消息，咱要来看白沙屯的妈祖进香，今仔日伫北港朝天宫完成挂火的仪式了后，就开始回銮。预计伫3月26下晡就会到位。也就是讲，这3天内是爱行要200公里的路。另外，顶个月伫彰化，互人弄到的假梅啊，即马这阿姊的状况是愈来愈稳定，家属也伫事发地点替这假梅啊来祈福。 挂火仪式完成了后，白沙屯妈祖随即展开回銮的行程，沿途也是人真多，是开甲拢袂过。好城中，白沙屯妈祖銮桥是透明伫行，也毋过速度明显加真紧。香灯卡甲信众要跟随，脚步嘛要跟得加紧。 尽可能就是配自己的体力，大概走个50分钟，休息个10分钟。如果你是想挑战全程徒步，那你就继续走。如果你真的累了，那后面很多车可以搭。白沙屯妈祖銮桥2时天要光对云林北港出发了后，一路行真紧，早起9点就来到彰化关的境内咯。让妈祖新家行3吉同嘞，199。 刘峰表示，依照行程是伫26下晡，转来到苗栗的景天宫，3天内底行完大约200公里。天气真热，脚程真紧，对信众甲香灯卡来讲，拢是真大的考验。也若上届5万妈祖銮桥来，也有即阵正伫病院救治的彰化新港4单的这对姊妹啊。等你回来时，我和你一起过生日。 顶个月2日，伫彰化新港4单的3个姐弟啊，互小车弄着伤，阿姊的同学录音为伊来加油，伊还佫会小可微微啊笑，也是妹妹即阵也是混迷，也若家属是伫銮桥经过事发的所在，适当也向妈祖来祈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